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2月19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，约伯记第9章第1节到14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甲基督同活。咱最近拢讲到真侪悔改、得到赦免、蒙恩得救，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过程。就伫信仰的角度来讲，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。用救恩的角度来讲，就是看到咱甲基督同死、甲基督同过活的救恩，就安尼当得到过活的活命。通常伫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人总是会唉声怨叹、怨天怨地。大部分的人对伫所拄着的困境，可能先开始是受气，再来拒绝相信，然后开始怪天怪地。伫上可怜的时阵，是又搁拄着一寡领做家己真厉害的朋友，也互咱一寡无符合实际这个话啦吼。咱看见圣经中上悲哀的人物约伯，就是安尼一个过程。约伯记第4章第1节到21节的经文嘛，会讲记载约伯甲伊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因第一摆的对话。圣经的记载，第一摆的对话，提曼人以利法因约伯讲：人甲你讲话，你会嫌麻烦袂？敢有人会当忍地无讲话？你捌假是真侪人，互软弱的人手坚强，跋倒的你用话甲伊扶起来，骹头酸软的你互伊勇行。总是灾难一个发生，你就袂当忍受。一个夹着你，你就惊吓。你敢毋是对敬畏上帝得到确信？敢毋是对顺转的行为得到仰望？想看咧，无辜的人哪会灭亡？正直的人兼会毁灭。我看人若财政罪过，也邪恶的政治，一定会修成规律的果子。上帝分开，因就灭亡；伊大受气，因就消灭。生得好，明生典韦的声拢煞，狮仔顿的喙齿嘛拢讲长。狮因为无通食死去，狮仔嘛拢死煞，狮仔囝拢死煞，有话点点传到我遮。我的耳边有听到伊细细的声。眠时有人困当眠，受到恶万扰乱的时阵，惊吓临到我，互我规身躯皮皮喘。有一阵风对我的面吹过，我规身躯毛徛起来。伊停地，毋过我看袂出伊的形象，有形象伫我的目睭前。四围静静，我听到有声讲：会死的人伫上帝眼中减是义人。人伫创造主面前，敢会当算做无罪？上帝无信任家己的仆人，嘛会指责伊的使者的错误。遐个住伫土角厝的人去骹面讲，伊的本质是土粉，亲像通互人一个试就死。因早起时换地，下昏时就受毁灭，永远无去，无人会记得。因布片的锁扣起来，
就倒落去，死甲无明无白。找人的性命若准无有定心被创造，就会掠做家己拢是啥物拢捌，啥物拢会当了解。这真容易做成安尼，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。就亲像约伯拄着困境的时阵，三位好朋友，因拢落来来陪伴你，来陪伴伊，但是因就是用家己的思想来面对，甲约伯讲话，并无法度真正来帮助约伯。世上约伯甲伊的三个好朋友，拢需要经历生命的重生。有所书第2章第10到第10节，亲像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来讲着，出死入活，已经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，灵性已经死。伊是恁趁世间的潮流，顺服空中的掌权者，就是现在在管辖背逆上帝的人，迄个邪性。其实，阮以前嘛拢甲这会共款，趁本性的欲望生活，将家己的肉体私欲、意念伫行动，阮甲伊的其他的人共款，注定受上帝的刑罚。毋过，上帝有丰盛的怜悯，用极大的恩慈爱疼咱。伫咱要活伫的背逆，灵性已经死时阵，伊互咱甲基督做伙救活。人是对上帝恩典得着救的，通过咱甲基督结耶稣的结合，上帝互咱甲伊做伙救活，伫天顶做伙掌权。伊安尼就是通过基督耶稣对咱显示慈爱。但对后世代表明，伊是无限丰富的恩典，因为恁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对神来得着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什么人拢袂当夸口，因为咱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。互咱通过伊早就准备爱咱最好的事，这是保罗互以弗所教会的劝勉，提醒基督徒得爱靠恩典，毋通掠做家己的行为会通得救。伫基督的救恩内底，会当甲主同死，甲基督同活，生命才会当得到改变。诗篇77篇。苦难中的安慰，我要对上帝大声求救，对上帝出大声。伊的爱耳空听，伫患难的日我找主，伫迷时举手祈祷无停，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我少念上帝就吐开哀怨，我静静想就累至失望。你互我目睭金哭哭。困袂去，我烦恼甲拢袂讲话。我对念过去的日子，回想古早的年。我眠时静静想，我伏心肝家己问。心神详细心查，主兼会永远帮助咱，伊兼会个施恩互咱，伊的主爱兼会永远消失，伊的应允兼袂永远落空。上帝兼袂得的施恩，兼已经用受气代替伊的慈爱。我讲我心上痛心的，就是至关上帝要阁有亏难。我要讲起上帝你的作为，想念你早时的心热，要深思你的作为，静静想你的所做。上帝啊，你的道路神圣，兼有生命，亲像你这呢伟大。你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你伫万民中间显示你的权能，
你捌用你的手赎回你的子民，解救那个甲约瑟的子孙。上帝啊，大水见着你，大水见着你，拢惊吓。深烟嘛摇摇喘，目魂摒落雨水，强冲大雷，你会死若死个啥？光凉风内面有你大魂的声。死若会光死到全地，地拢总摇摇喘，大摇动。海中有你的道路，大水有你的路径。你的骹行无人知，你捌用摩西亚伦的手，带你的子民亲像在带羊群。这主赏赐阮得救的机会甲恩典，阮的生命会通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改变，重新被创造，甲基督同个活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救灭。